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4篇，列王记下卷17章第5节到18节，马太福音23章29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沦陷。英语的 fallen 伫中文的解说有几个无同款的角度，亲像倒去啊、落落来啊、沦落啊、败落啦，以及咱今仔日所要讲的沦陷。基本上呢，无论倒一个翻译，拢咧讲到迄个往下面落去，应该是讲较有即种负面的意涵。最近台湾的政坛因为贪污的代志，有政治人物去互人来收押禁见，互咧伊家己以及伊所带领的政党即个的支持率呢，大大来降低啦吼。咱嘛会通用 fallen 来形容因的情形。列王记下卷17章第5节到18节。经文记载撒玛利亚的沦陷，亚述王上来攻打以色列，围困撒玛利亚3年久。何西阿第9年，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，佮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，互因住伫哈勒、高山地区的哈伯河边，以及米底亚人的城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，因的上帝。伊有带因出埃及地，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。因举起拜别的神明，去对付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列国，以及以色列列王所设的风俗规例。以色列人暗中做毋对的事，得罪上主，因的上帝。伫因所有徛起的所在，对简单有守望台的庄舍到堡垒的城，起山头弹。因伫逐个悬的山轮逐丛青翠的树下面，造柱上设立女像，搁伫逐个山头山端头来烧香。而遐个互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的所做，做邪恶的事，激上主的受气，佮拜上主禁止因拜的偶像。上主捌找正先知甲先见来警戒以色列甲犹大，讲着离开恁的歹行为，接受我的诫命甲规例，着遵守我全部的律法。就是我命令恁的列祖，甲通过我的仆人正先知所传予恁的。毋过因毋听叹，亲像因的列祖硬心固执，毋肯悔改，毋信服上主因的上帝。因弃杀上主的规例，以及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，毋听伊的警戒，去拜虚假的神明。抵到家己诚做空夫。虽然上主捌命令因毋通学周围列国的所做，因犹原去学因。因去杀上主因的上帝所有的诫命，为了家己铸造2只牛仔的像，做阿舍拉女神的柱像，敬拜天顶的万象，服侍巴力。因烧因的囝查某囝献做祭，佮抽签卜卦，行邪术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来出卖家己，激上主的受气。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发大受气，对伊的面前赶因出去，只有剩犹大一个支族。因为北国以色列这所有的王拢违背上帝，去敬拜偶像，因此上帝就放手予强敌亚述来灭了以色列。经文用首都撒玛利亚来做代表。
耶稣基督批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因为因的行为颠颠倒倒。马太福音23章29节到39节记载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啊，恁惨啊！因为恁连芳料、薄荷、八角、小茴香啊，拢献1/10互上帝。律法所重视的正义、仁慈甲信实，恁颠倒忽略，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。顶面遐个嘛，毋通忽略。恁这个痴迷做带路的，一只细只盲童，恁就拢甲伊理出来，落得颠倒规只，甲伊吞落去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将杯甲盘外面洗清气，内面却堆满贪欲甲放纵。恁这个痴迷法利赛人啊，着先甲杯的内面洗清气，外面自然就清气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啊，恁惨啊！因为恁亲像漆白白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堆满死人的骨头，甲逐项的这个污秽。你嘛亲像安尼，外面互人看做义人，内面却是充满假好甲不法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做先知的梦，恁创先知的梦，整修义人的纪念碑，佮讲，阮若活伫阮祖先的时代，一定袂甲因做伙杀害先知。安尼，恁是在证实恁家己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。恁做成做的歹代，恁做恁去完成好啦。恁这个独裁的子孙，奸鬼的人啊，恁减会当逃闪地狱的刑罚。所以我要找先知智慧的人，甲经学教师去恁遐，因有的话，互恁杀害，也是定十字架；有的话，伫恁的会堂边拍，互恁对迄个城赶到即个城。安尼，恁伫地上杀死义人的火，这就归伫恁的心上。就是对义人阿伯流的火，到伫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伫圣所甲祭坛中间所流的火，拢归伫恁的心上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罪拢会归伫即世代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杀死先知，佮用石头钉死上帝册内你遮的使者。我偌济摆要自责你的囝儿，亲像家母自责家仔囝，甲因揽伫十个月，恁拢无爱。恁看，恁的厝会荒废，无人住。我甲恁讲。对打以后，恁绝对袂看到我。直到恁讲奉主名的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因安尼，所以耶稣基督预言因将来要败落，代表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将来要毁坏。这是指着发生伫主后70年，罗马军队将要大军入侵。并且毁坏全以色列来讲，诗篇54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拯救我，用你的权柄替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安耳空听我所讲的话，因为像人起来攻击我，残忍的人笑成我的性命，因的眼中无上帝。上帝确实是我的帮站，是我的保护者。求你用我的对德，对我所做的歹，甲因报应，照你的信息甲因毁坏。我要甘心乐意献祭物互你，上主啊！我要感谢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好，你有救我脱出一切的患难。
我有亲目看着我的对敌灭亡。求主帮助阮，成做一个诚信守这个誓约的基督徒，无叫阮家己看做悬，伫生命的本质顶悬来颠倒，只有注意家己的利益，却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忽略听人的重要性。求主帮助阮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